中讲法，一个叫做智，就是知影意思；一种叫做智者，智吼就是智慧的啦。两种解说人袂通吼，啊，不过我即马采用的版本是用知影的一个智做主要的解说吼，讲知影的袂不严啦，就是无讲。啊，若会讲的，即种足够讲的即种到智，无一定知影伊是智啦。表面上文字的意思是安尼，真正知的人吼，袂爱讲，袂咧死计讲互听啦。啊，足爱讲的吼，看起足好讲的，伊敢真正知，无一定吼，这是足文化的意思。吼，啊，做这个爱啥物较叫做知啊？做这个我讲人要较知，知影举手，已经知了，知道了，已经知道了举手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不知道的举手。知道了。啊，不然举手。都知道，因为求得到就知道了。有求到啊，敢就知啊。知道，知道。有求到的举手。有求到，有求到。没有求到的举手，都有求到，但知道的举手。嘿嘿，有知道，知道。不求到但是不敢举手说知道。有啥物？咱就求到啊，咱讲咱唔知影道的。啊，知影道，知影啥物较叫做知影？道啊，所以咱讲想。足侪人其实咱人伫道中咧听足侪人足会讲的，咱大家拢知影足侪道理啊，对不对？不过，但真正你问的时阵，咱讲真正是知。咱如果歹势考试，我知，那为啥物安尼？到底爱知到啥物程度，才叫做知啊？啊，那第二种解说就是讲，爱知到啥物款的物件，才叫做智慧的人。所以这咱讲是有智慧的人，因为家己是有智慧的人，举手。歹势举手，啊，家己无智慧的举手。无人举手，歹势嘛。奇怪，我拢有即个无人要举手的地方，就奇怪，来反思即个，到底爱具备啥物叫做有智慧的人？甚至有知识的人叫做有智慧的人，啊，知的人那就叫做有智慧的人，知道的人就是智者，对不对？不一定。知道的人就是智者，会形容这句话了就。层次不一样。知道不等于是智者，对不对哈？文字波有观照波，问题是要知道的道理，咱若知影道的这个赞助，是感觉到就是智慧的。啊是咱即摆知的，拢还无到叫做道的这个赞助。是啊。啊，道敢要知？无知。要是一般的人，会当知影道这个境界，这个赞助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如果可能拢唔知影道，咱就讲咱咧信，对不对？那唔知影道，你要知影安怎信？啊，若唔知影道，安尼讲我修，叫做盲修、瞎练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是知影道好，知影爱要安怎修，我就来修。啊是人叫我修，我就讲我修，做者咱是做这种，敢着爱知，较知影要安怎修。要知。哦，啊，要会知影修的人到底是啥物关键，伊才会知影要修道。我今仔日甲前电老师咧讲，伊祖囝就较朴素啊，伊大学咧做老师做教授哦。毋过伊足想要鼓励祖囝，加减啊多花时间来道中了解推动道。毋过就毋知要怎讲，因为伊祖囝做大学教授无用无。做无用吼，大学教授做无用，应该是好事嘛。但是大学教授爱一定较好事。做无用嘛，所以讲足侪时间来解经理换咧嘛，对不对？伊做咧较早台北咧教册，要搁转来推动着，就爱对台北这个才转来到华咧。所以解经理讲吼，祖囝这无用就随缘。
以后加减啊，等下1点钟、2点钟拢好。毋过你加减啊，等下1点钟、2点钟，敢有帮忙推动着无算，敢有容易？不太容易。所以讲伊讲伊足欠人才，佮伊主播真优秀啊，毋过拢足无伊，我真有兴趣。哦，到底安尼好唔好？哦，啥物时阵伊较有感觉讲伊的主播会想要来投入书版的投入，主要是啥物人甲咱教，咱爱感觉爱投入书版的，咱有印象？咱是啥物意义哦？咱个心较确定讲，我爱好啊行这条书版的路，啥物意义？先入主笔，先入班。因为咱知影得好吼，无收拍算无彩，所以咱该好好收。所以安尼甲咱体会好，后尾讲的，有知影得好无？就感觉好，就敢有足重要。但是有知影吼，咱该好好收，对不？哦，所以后尾讲，咱知影啥物，咱该知影啥物。第一项。请教宇宙有偌大，够人知？请即马全世界上厉害的科学家，请伊来回答这个问题，讲请教宇宙有偌大？伊敢有法度互你肯定的答案？即马上厉害的科学家嘛，你讲我有法度互你肯定的答案，因为即马人类的科技所测的宇宙已经有够大，甚至因认为宇宙更加咧壮大。甚至咱即摆上尾科技的器材，设备的宇宙是全部，搁拢无把安尼宇宙大无？足大。如果咱用来比吼，地球若甲日头相比吼，日头哪一个拿去，地球哪一个日头对不对？但日头去甲银河系相比吼，太阳即粒哪是一粒山尔，银河系内底一粒山。银河系咧，去甲宇宙一个足大迄个大星系甲比吼，银河系嘛，咱就一个日头人哪一个拿去？迄粒上摆大星系，佮甲宇宙比吼，嘛有够小。这宇宙大较吼，超乎想象。我去形容这宇宙够安尼比吼，咱人够渺小，对不对？有感觉人足渺小，举手。有多小？小到几乎看不到。这么小的东西，值得在乎吗？人这么渺小哦，敢有大家在乎？注意一下，咱是人哦，你敢有在乎家己？我感觉做渺小，我干脆不要在乎自己。我感觉我做渺小，所以我就特别在乎我家己，清清彩彩的。我敢有感觉我家己足重要的呢？虽然我遮尔小，我伫宇宙内底遮尔小哦，我感觉足重要。我感觉我可能跟咱真伟大，对不对？有影咱安尼想。好，咱人生命偌长，100个钟头。宇宙有偌济生命，偌几岁年啊？咱宇宙即马上少150亿年啦吼。有可能更较久。若150亿甲咱100个来比吼，咱真正有够短，对不对？一天内底咱差不多1秒钟的时间，咱就转去西欧咱哪再见？这个短生命，实在吼有够短，对不对？这个短会当发挥什么作用？看开人又渺小，寿命搁短，应该无重要吧？不过咱咧讲哦，人是三才之一，对不对？天地人三才咧，人会当甲天、甲地并列，人嘛会当真伟大。咱人若遮渺小啊，请问咱的目睭敢搁较小？目睭伫咱规个身躯内底一闪啊，对不对？你看遮小，你看出去。银河系拢看入来吼，咱
莫去看星空哦，一个银河系，等你目睭拢看到的吼，对不对？银河系遐尼大，我目睭拢看到的。安尼我这么小的眼睛可以看整个银河系，安尼咱讲做渺小。银河系不是大吗？我连小你细粒的目睭我拢看到的呢。啊，若有一天咧，咱的科技更较好，我看去银河系尔，我咱看到有够大的。模糊，共款的道理哦。我细命虽然短短，不过我若较为了做好，我就甲天地同寿，对不对？安尼我讲出第一名啊，对无啊？所以吼，就要甲咱讲一个观念，大小长短，迄拢是安怎相生相比，对不对？咱若执着咧，咱做渺小。咱种对生命所对，咱无啥物作用。安尼咱只是真正不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不过咱若是安尼想的，我虽然渺小，可是我可以创造伟大。我虽然生命无多孤单，我却可以与天同寿。我虽然无足大啦吼，不过我能创造伟大。我虽然寿命无足长，不过我敢若甲天地共会寿。差别伫对，伫咱这条心，是不是？甲咱接受我要讲的。所以，若有一天咱这条心知影这个大小生命长短的时阵，咱就会当体会这种道理的奥妙。宇宙虽然足大，不过人会当伟大。生命虽然无常。我若好啊珍惜，我伊也当创造安怎真灿烂的人生。这是咱若咱知影这种道理，其实咱就是一个智者，就是一个知影的人。人生短短，咱要来创造灿烂的人生。咱来当体会，我讲知影道，我就不要一世人空过。我要安怎做，我一世人较袂空过。所以真正做人较好。曾经甲咱讲做人是算中道，轮回其中一道，对不对？而这个世界是苦海的世界，有苦。这世界足侪苦，对不对？啥物上苦？先有甲咱讲过这世界足侪苦的啥物上苦？轮回上苦。你中道轮回内底知咱做人不要体会轮回足苦的。神佛菩萨拢知影轮回足苦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天咱感觉讲轮回足苦的，我无爱过来说人中道生生死死啊。然后这种知见，咱就已经无简单啦。咱生出一个要出离生死苦的念头，咱上道教讲的，发一个菩提心。有这种知见的人，伊就创造伊的生命伟大，就是敢接受，因为伊无甘过来六道内底咧轮回咧转生，伊会当出离苦海，伊会当安怎超生了生。所以，若会当得到超生了生，脱离轮回这种结果，安尼是上乐的。菩萨就安尼甲咱讲而且人世间，而且六道轮回内底，轮回上苦，啥物上乐？就会当超生了生，脱离轮回上乐。要安怎超生了生，脱离轮回？叫做道。咱就爱有这个道，咱才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因缘，会当超生了生，脱离轮回，对不对？所以知影道的人，有尊贵无？道重要无？只是咱去求咱才有知影，是不是？咱敢存在？咱问咱家己我有求道啊，我到底有没有知道？若知影，后一步应该好好来修办道，对不对？
南北沙三样。讲这句话是足婉转笑话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过来是道中的，你若无这道的因缘，你只读到脚病出来，啊那名师慢慢甲道传授互你，对不对？那就要有因缘形式，咱较有机会知道。就是啊，咱有因缘求道啊无？求道。理论上，咱应该知道。啊，求道了，就是我讲，应该要修办道，对不对？佮，互我对说，互我即马有足侪人求道，啊嘛有足侪人离开道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个人会离开道场？甚至咱家己有当时真有道心，有当时也是安那天天去课的，对不对？原来咱的道心起起伏伏。有时啊，咱拄着境界现前啊，我感觉原来我受遮尔多阵啊，这个境界啊过不去。到底是啥物问题？互咱受遮多阵啊，咱竟然无落。上界惊是，咱若受了事了无啥事，一直无来互人甲咱提拔，无来甲咱重用，咱迄个心大啊，会退缩不进。甚至诶，我课都讲不出来，甚至含老师，甚至安怎含想要教老师，希望老师来甲咱牵教，这个心嘛拢无去。老师甲咱那是变成生分啦。到现在安尼，已经离开咱定做一阵啊，是嘛讲老师足伤你诶呢？伊甲你讲，伊莫甲我讲老师，如果是我早就无老师啊。因为老师拢无注意，无甲我牵教，互我这世人惊遮尔坎坷。伊足心哦，伊并无因为救到伊道场，互伊的生命感觉真好。毋过等到有一天，伊的百岁年若要到哦，无想要来找伊啊，伊敢会后悔？是不是？啊，过迄个时间，迄个是已经千金难买早知道吼，早知我好甲想吼，互我想者吼，咱大家是真正知影，像一条华航国际里面，科学姐姐姐没有笑，那么切向画面的话，好像。